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难得两堂合并在一起哈。我们是要测试说，我们这个礼拜堂到底可以装多满了哈。我期待越来越多，直到我们这个装不下，这样才能见证神在我们教会的恩典。我们请跟隔壁的弟兄姐妹来祝福一下，说复活节快乐，好吗？好。感谢主。现在的教会的会堂，如果比较传统比较有历史的，可能比较有腹地，可以盖一间装下500-600个人的礼拜堂。但是我们感谢主，神在7-8年前为我们预备了这个礼拜堂。我们现在都是用2堂礼拜一堂华语，一堂台语。一起来敬拜神，所以感觉上还不会太拥挤了哈。那今天因为我们有乐团，我们又有其他的单位，所以呢，感觉上大家挤一挤哈，那种气氛佫真袂歹哈，气氛佫真袂歹。当然我嘛感觉讲有真侪教会哈，现在教会迄个会友在较无迄个主会敬拜、祈祷会，甚至要入去做礼拜，拢爱排队。拢爱排队，这是咱一种心意的表现，毋是讲因着较好，是表示真侪人对信仰有真深的体会真深的体会咱真感谢主，互咱有这个机会，通伫遮同心主会甲敬拜。我要甲咱三个分享一个主的话分享一个主的话。今仔日的主题一个主的主题，哇，这可以，谢谢。是日日来经历日日来经历，我的大能，我的大能。咱看这经文，知影讲，拄则无论咱的圣观地所吟的诗，也是咱所读的圣经节，我会当做一个简单的复习，就是主耶稣各我的见证，透过无同款的单位、不同的单位或是不同的人来做见证。起先是谁呢？起先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今天所读的经文就是天使他的见证。这个图画是在展示有妇女呢，她们来到这个耶稣所埋葬的墓，在那个墓园看见那个墓石已经移开了，那个洞穴已经没有人，然后是天使在那边宣告说，主耶稣已经复活。那刚刚我们读了这段经文非常重大的一个点，我们用几个这个关键语词来看天使向妇女宣告什么呢？说第一个，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因为这个妇女看到梦里，耶稣的身躯无看到，而看迄个遐尼大地石头刷开去迄是天大地大的代志。对于一个妇女，特别是清早佫暗的时阵，迄才是真惊吓、真着惊。所以天使第一甲伊讲，毋免着惊。第二，甲伊讲什么？伊无伫遮，照伊所讲，伊已经过我，他不在这里了，不在，而且复活。表示要打破当时有一个传说当时有人事后在传说说这个耶稣是不是被人家偷走了，被门徒偷走了？其实当时的罗马当局，还有包括圣殿的那些管理阶层，也在防止这件事情，说怕人家用偷走耶稣的遗体来搞乱但是天使跟他说，他已经复活了。然后，在这个见证了后，妇女受册，讲爱去教所有的学生来宣告，所有学生来宣告。第二个是彼得的见证的讲道，拄则咱有读到这段的经文有读到这段的经文，就是彼得伫耶路撒冷的众百姓的面前所做的宣讲。第一，
伊讲耶稣基督照着新约异灵基督显示伊的神圣生命的使命。意思是耶稣伫3年的传道理、传福音的过程中间，已经用这个奇妙的基督异灵的证明，伊来要带来上帝国的福音甲拯救。这是彼得对耶稣的百姓所做的见证。第二，讲上帝予伊对4年过活。有同工帮忙一下，切不过来。上帝予伊对4个月解除死亡的痛苦，死亡禁袂了伊。保罗讲迄个彼得讲，耶稣先行神迹，证明伊的身份，证明伊的使命。第二，伊为着世间人受定死十字架，但是上帝予伊对4个月，就是迄个死亡伫人类上惊吓，也是最终的结局。迄个死，上帝甲伊解除去啊！所以死亡袂禁得伊。第三，耶稣过活，门徒拢是见证人，这是彼得所做。彼得甲所有遐个百姓讲，耶稣被高升伫上帝正边，并领受了圣神。兄弟姊妹，这个故事拢是因的见证哦，因讲遐个事实，当你要相信无？这以色列百姓当时听有人相信吗？但是遐个圣殿的人无一定要相信啊。但是彼得有留一句真重要的话，讲耶稣受高升伫上帝正边，而且领受应允的圣神。那应允的圣神是咧表示讲，耶稣基督将伊迄个过活的开力、过活的见证、过活的改变，通过圣神继续伫遐咧持续延续，一直到今仔日。耶稣的过活毋是2000年一个事件，一个互人感觉足奇异的事件尔定，是呢，耶稣被高升伫上帝正边，并且领受圣神降落伫咱中间，或者见证人继续承接这个过活的开力。第五，彼得讲，阮现在会当对你做见证。阮原来是逃走，四界咧闪，因为有人要掠这个耶稣的学生。阮原来是惊遐四界走，但是阮搁倒转来啊，因为圣神，互阮搁自执，圣神互阮来显露阮对伊所得到的恩赐，为了要做见证，为了要为复活的主耶稣来做见证。还有一段是保罗的见证，我们看罗马书8章10到11节他说：“可是基督若住在你们里面，纵使你们的身体将因罪而死，上帝的灵要使你们活，因为上帝已经使你们成为义人了。”好，每一个个体都在罪的当中。耶稣复活2000年前发生了，但是保罗用一个非常重要的语句告诉我们说：基督若住在你们里面，耶稣基督那是伫你我的内面，而且是通过圣神，这个过活的能力就一直无断，一直延续。伊讲上帝互恁真做义人啊！安尼耶稣基督的过活的大权能，通过圣神，互你、互我。伊讲那有主住伫你的内底，所以每一个兄弟姊妹，你拢是过活，你拢有领受到过活的祝福，领受到过活的能力。那所以就讲上帝灵，互耶稣对4年过活。如果这个灵若踮伫恁内面，安尼这位基督对4年过活的上帝，也要照着住伫恁内面的圣神，甲生命赐予恁迄个会柔软的身躯。弟兄姊妹，今仔日是安咱逐年拢安尼用尽各种的方式要组织兄弟姊妹，我们一起聚集，我们唱诗歌，我们赞美，不是为纪念2000年前的事情这个事迹重复述说，是因为现时现地的
主耶稣的复活，透过圣灵住在你我当中，让我们这个必朽的身体得到新的生命，那是何等大奇妙的事！我们再做一点复习说，基督因为内住，身体虽因罪而死，上帝的灵使我们活，因为我们成了义人了。因为怎么样？因为上帝借着住在里面的圣灵，把生命赐给我们那必朽的身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一起聚集在这边，请记得，我们不只是参加一个仪式、一个活动、一个热闹啊，花那个复活节诞来庆祝，而是因为你要为自己得着新生命，因为圣灵的同在，因为圣灵的内住，因为圣灵的更新，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除去罪的辖制，除去死的捆绑，一直在你我当中。只要你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只要耶稣内住在你里面，所以主复活的大能，借由上帝所赐的圣灵，成为常住在我们生命的恩典，借由所赐的圣灵。好，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仍然是像当时的彼得、当时的保罗、当时的天使，我们都是见证人。主复活跟我们的关联是什么呢？从见证历史、参与历史，这个惊天动地、改变人类命运的早晨，主耶稣复活。每一位参与者，每一位唱诗歌敬拜神的，每一位祷告说阿门的，每一位说哈利路亚的，你们都继续在这个历史中，而且继续在创造历史。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勉励哈，我们一起来勉励。第一个，我们要确信、坚信上帝藉由天使彼得、保罗的宣告。第一个，我们要宣扬，因为如同天使彼得、保罗他们到处去传扬，所以天使也这样告诉这几位妇女说：“你们赶快去告诉他的门徒。”使徒行传2章32到33节，他说：“这位耶稣，上帝已经使他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他已经被高升在上帝的右边，并从他父亲接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你们现在所看到、所听见的，就是上帝倾注给我们的恩赐。”弟兄姐妹，你我要学习彼得这样的传讲，说：今天你听到了我宣讲，今天你听到了我传扬耶稣复活，就是因为圣灵、上帝倾注在我们里面的恩赐，我们可以勇敢、愿意去传福音。就像150多年前，我们的宣教的前辈马雅各医师来到台湾，来到台南，很多优秀的宣教师来到台湾传福音，是因为他们也同样领受这样的圣灵，然后借由上帝所倾注的恩赐，来到这边去施行医疗传教、施行教育、施行文字传道。那今天在这个时代，已经是 AI 的时代，你怎么样用神给你的恩赐继续传福音呢？这是我们今天来庆祝主耶稣复活最重要的使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确信，我们是要得着新生命，藉由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且现时现地天天经历，就印证了保罗所做的见证跟宣告。好，刚刚我们看到的经文。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9位弟兄姐妹要来受洗，要来信仰告白跟小儿洗礼。其实他们就是一个最新的成员，就是相信主复活的能力，全新的身份在确认跟行动。第一个，我们从上帝跟亚伯拉罕的旧约，当时上帝跟亚伯拉罕立了旧约，但现在借由耶稣基督，我们立了新约。亚伯拉罕的旧约是什么呢？上帝曾经跟亚伯拉罕立约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们所的后裔所立的约，是我们要遵守的。”不过，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呢，上帝与我们的新约就是耶稣基督用宝血一次来付清所有的罪债。神用新的约，耶稣基督宝血的约，来跟我们一起来确认。对新身份的确认是什么呢？复活大能借着住在圣灵的充满，活出新生命的样式。意思是说，你接受了，我也觉得，我也确认上帝的灵、圣灵住在我里面，我是新的生命，是新的格局了，
不一样了。但是你要借由你的行动来见证神给你的新身份。我们借由每日的灵修祈祷宣告，我们是主重价赎回的新身份。我们有信心跟能力，能抵挡诱惑，让生命更美好。借由圣灵的能力，新生命的宣告，你要除去一切恶习，你要学会饶恕别人，并得着医治，成为主所赐福的。最后再一次强调，每一位领受新生命的他的子民，藉由圣灵的同在，你仍然持续得着这样的恩赐跟力量。我们的前辈圣徒他们怎么样宣扬福音，到蛮方之地，到异国的文化传福音。今天这个传福音的棒子，传福音的一个责任，也落在你跟我的当中。愿弟兄姐妹借由今天我们日日经历主耶稣复活的大能，能再一次宣告，我是得着新身份的，我是得着神圣灵的能力的，持续在每日的生活当中。所以当你忧愁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你是圣灵同在的神的子民，你有能力克服这一些软弱，你有能力去宣扬福音。即使一位跟你素昧平生，或是你常常跟他讲福音，他老是听不下去的，你仍然认为神有可能改变他。这就是圣灵的能力。愿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第三个部分一个重要的时刻，就是我们要一起来为这些报名受洗的弟兄姐妹来举行施洗，来这个圣礼典。那我们要做一个祷告，请同工开始来预备。咱三个来祈祷。天父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甲祝福，互阮伫遮三甲用诗歌而乐敬拜，也阮伫遮三甲领受主你的话，来领受这款恩典甲祝福。这时，阮要伫主的面前，阮当心要为着阮新的富强人，就是要受洗加入伫圣会，才会同工兄弟姊妹为着因来行这个圣礼典。也线接，我要举行圣餐，愿圣神的同在，互阮看见见证上帝你的救恩，耶稣基督各位救赎，拢继续伫阮中间在进行。伫你面前，安尼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